你有冇聽過 Elon Musk 最近對 OpenAI 入稟法院？佢話 OpenAI 已經背離咗創立時承諾，要 AI 造福人類，變成一間只追求盈利嘅公司。呢單新聞真係震撼。Musk 直接指控 Sam Altman 同 OpenAI，話佢哋同 Microsoft 合作之後，唔再開放 AI 技術，反而變得封閉。今日我哋會拆解佢究竟講咩，背後有咩爭議，以及對 AI 發展影響幾深。今集我哋會講4個主要重點：Musk 訴訟內容、OpenAI 同 Microsoft 關係、GPT-4 技術封閉爭議，再加埋 Altman 被炒又回歸嘅戲碼。Musk 入稟控訴 OpenAI 違反創立協議，唔再以人類為本去發展 AI，而係以盈利為優先。他要求 OpenAI 重返開源模式。佢仲要求法庭頒令禁止 OpenAI 同 Microsoft 利用 AGI 技術賺錢。呢種要求好大膽，係想直接改變 AI 界現有遊戲規則。但你覺得現實上法庭真係能夠逼一間公司開源佢嘅技術？ OpenAI 一開始就話要推動人工智能造福人類，不為賺錢而研發。但而家由於 Microsoft 介入，令到初衷似乎被沖淡。我聽過不少人都話 OpenAI 創立時係非牟利結構，想公開技術。Musk 嘅訴訟就係針對呢點，認為而家公司已經變咗質。咁多科技公司都好容易因為商業誘因而偏離初心，尤其係 AI 呢個領域。Musk 話 OpenAI 已經變成 Microsoft 嘅事實上子公司。佢指控新董事會專為 Microsoft 服務，仲留咗個席位俾佢。Microsoft 自2020年起已經獲得 GPT-3 技術專屬授權，之後對 GPT-4 嘅掌控更加強。佢哋甚至有權拒絕將 GPT-4 認定為 AGI， 確保技術繼續私人賺錢。呢種策略真係好巧妙，係商業同技術層面都做得好到位。Musk 特別指責 GPT-4 嘅內部資訊只屬於 OpenAI 同 Microsoft。他話舊版 AI 係開放，但 GPT-4 就變成閉門操作。佢認為封閉原因主要係商業利益。如果公開咗 Microsoft 就無法靠 GPT-4 賺錢，呢個講法好有挑戰性。其實好多 AI 研究都係逐漸從開源轉向商業化，因為技術越嚟越重要同貴重。Musk 強調新董事會唔再係科學家或研究員，而係商業為主，而且技術同政策經驗唔夠。佢話 Altman 被炒之後 ，Microsoft 介入逼舊董事辭職，換咗一班新成員。公司由非牟利變成牟利，目的明顯唔同。其實咁樣會唔會影響 AI 技術嘅安全同公共利益？ Altman 被炒又回歸嘅事件，正正反映董事會內部矛盾。Musk 話係因為 GPT-4 同下一代 AGI 技術發展方向產生分歧。Microsoft 出手令董事會變天 ，Altman 回到 CEO 位置。呢個舉動令外界質疑公司決策係咪太受大公司左右，咁樣對外嘅信心同信任都會有損傷。Musk 聲稱 GPT-4 已經達到 AGI， 但 Microsoft 同 OpenAI 都唔認同，話未至於人類認知水平。其實 AGI 定義都幾模糊，各方有唔同標準。呢個爭議令到技術認證同商業權利糾纏埋一齊。你覺得係咪故意拖延認證，方便繼續商業化？商業利益同技術開放成日都係 AI 界最大矛盾。Musk 認為封閉 GPT-4 就係為咗賺錢，違反初心。但現實係開源可能會有安全風險，技術公開亦可能被濫用，兩邊都唔容易取捨。不過透明度同責任都係社會好關心嘅問題。Musk 話開發 AGI 有可能影響公共安全，尤其係下一代技術，用法律手段監督係咪真係可以保障大眾？佢希望用法律逼 OpenAI 公開技術，令社會可以監察，咁就係想減低 AI 暴走嘅風險。但會唔會出現另一種問題？公開得太多，反而令惡意分子利用。科技界對 Musk 訴訟反應好兩極，有啲人支持佢，認為要守創立精神；有啲人話佢不切實際。見到好多討論都聚焦於 AI 應唔應該開放，邊個應該主導技術方向。當中唔少專家都話，現實係商業推動技術。始終 AI 發展牽涉利益太大，難有完全民主嘅決策。Musk 提出咗違約、違反信義責任同不公平競爭幾項控訴，佢想法庭介入重塑產業規則。
但法律上 OpenAI 已經轉變架構，用唔同理由去自保。法庭究竟會點判，仲係未知之數。你又點睇？係唔係法律可以扭轉科技公司嘅決策？之後 AI 發展，好多政府同組織都開始研究應唔應該強制開放同監管。Musk 訴訟會唔會成為轉捩點？如果法庭支持 Musk，可能會有更多公司被迫開放技術，但失敗嘅話，業界就繼續商業化為主。社會點平衡安全同創新都係未來大挑戰。AI 透明度同責任肯定會成為重點討論。值得留意 ，OpenAI 同 Musk 都未有即時回應訴訟。律師樓 Arel and Manella 代表 Musk， 但冇公開更多細節。呢種沉默其實反映事情仲有好多未曝光嘅細節，可能等法庭開審，更多內幕會揭露。到時社會都會更加關注 AI 產業秘密同決策過程。今集三大重點 ：Musk 控訴 OpenAI 背離初心 ，Microsoft 角色令技術變得更加封閉，法律同產業規則面臨新挑戰。仲要記住 AI 透明度、責任同公共利益越來越重要，大家都關心技術安全同公平競爭。實際行動方面，建議大家多關注 AI 政策動向，參與討論，推動相關法律同倫理標準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期待下次再同大家深入討論科技新聞。